繼續嚟，上集講到班對沖基金睇勢保時捷收購失敗，奮身做空大眾股票，點不知保時捷一早就暗度陳倉，暗中入貨，已經穩操勝券啦。08年10月26號呢日，保時捷嘅發言人突然之間爆響口，宣布佢哋已經掌控咗大眾74.1%嘅股權，大眾嘅收購基本上食硬啦。嗰日禮拜日休市，不過估落個市場應該成煲粥咁亂啦。咁大間公司玩偷襲喎，太陰濕啦吧？加成個市都喺度做空，呢次都睇怕一鑊熟啦。呢度咧要同大家補下課，講下咩叫做空。做空咧就係對嗰隻你睇衰嘅股，問人卸貨，喺市價掟咗佢先，等隻股插咗水之後就平價入翻嚟還咗佢。咁中間呢個差價咧就係你賺嘅。但係咧做空有兩個風險，第一個係估錯邊，買個股價冇跌仲升翻，咁升幾多你蝕幾多。第二個仲攞命，買唔翻嚟，買一隻股坐咗火箭，而你又買唔翻，咁啊真係一直可以蝕到宇宙的盡頭啦。況且沽空咧往往帶住槓桿嘅，可能係咁以升少少就夠晒你爆倉。而對嗰班沽空大眾嘅基金經理嚟講咧，頭先講嘅兩條嘢佢全部瀨晒，呢鋪真係偷雞唔到蝕渣米啦，唔係應該話係偷雞唔到蝕晒啲米啊！真係輸到褲穿窿。保時捷嘅暗倉加明貨夾埋係74.1%，盤收購基本上食硬噶啦，升嘅多過跌。而當時市場對大眾嘅沽空總量咧，竟然去到10.4咁癲啊！我哋嚟計下數，而家保時捷手揸74.1%，德國政府咧仲有20.1釘死喺度，亦即係話市面上而家得翻5.8億街貨咋。咁你掃晒都未夠班基金經理平倉啦，剩低嗰4.6個沽空倉位注定係撲唔到貨翻嚟填窿噶啦，留俾班對沖基金得翻兩條路，一係就硬啃等死，一係就冇理咩價，就算人哋當鑽石嚟買，我都要買翻嚟平咗倉佢。到咗10月27號個市11開，啲基金好似癲咗一樣，恐慌性採購，一日咋，大眾嘅股價由上個交易日嘅210飆到收市價519，仲未夠喉，第二日直插到1005歐羅啊！而大眾喺呢一刻短暫性地成為咗市值世界第一，而嗰啲基金輸到眼都光，家下金融海嘯冧市衰一批，然之後大眾嘅股票兩日升咗5倍，又死一批 ，marvelous！ 最後為咗撲熄呢場風暴，法蘭克福交易所出面協調，叫保時捷俾住5% 股票出嚟，俾班基金入住貨埋住單先。至於個價，梗係按翻當時嘅天價1000歐一股啦。呢一刀劏落去，大把基金當場拜拜，直接執笠。想象下，如果你冇加槓桿嘅話，喺210呢個價沽空，喺1000嗰個價平倉，每股硬790，相當於本金都要蝕4次啊！買加咗槓桿，絕對煙灰渣都冇得剩啊！更可怕嘅係，唔平倉嘅話，理論上如果股價升到去火星，分分鐘就要蝕出太空啊，收唔到科噶。古仔講到呢度，保時捷睇落贏到開行，應該就坐定定等收錢噶啦。No！依家先到戲肉，下一集呢出金融大戲將會迎嚟驚天嘅反轉。